云林某可能会透9级到10级的强风，渔民早起是赶紧固定渔船。林保署的南投分署嘛，呼吁讲，陆上风台警报发布了后，南投彰化云林顶管区是袂当去水流查。13世纪云林沿海风势慢慢增强，大西5条港渔民无用咧将渔船固定好势，也有蚵仔农赶紧抢修蚵仔船，希望养殖风台财损会当降到上低。这个风台来，反正这边仔都看伊咯。哦，所以今天多少还是会收一点。要风台来就爱放啊，无一只排骨啊10万呢。进前风灾全台未少渔港雨水才踢到，农业部林保署7月底修订以各管区公告，开放民众自由扣。随着养殖风台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为了民众安全，自由扣的公告随失效。南投、彰化及云林县政府先前公告的漂流木自由解释已经失效，请民众暂勿擅自捡拾漂流木。林保署南投分署表示，后秋的公告开放扣的时间，会搁由各县政府另外定，来到斗六文旦园，当地果农趁风雨也细，赶紧搁用扫啊、插棍啊，将果树固定以减少损失。这已经掉了，要搁吹些，我会用这个把它用一支锤啊，来加固起来。加固起来有一个好处，风台安那摇都唔惊啦。当地游阿龙表示，7月但若是风台甲西南起入大水雨，也造成贵景园淹水。本但消息期大约伫8路前后10日，也有半个月回才进入采收期。目前这当做好预防，避免风灾损失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